话语是永不改变的真理，神是人生命，生命的供应，是人类唯一的引路人，是人类唯一的引路人。神话语的价值与意义，不是根据人类是否承认，是否承认与接受而确定，而是根据话语本身的实质而确定的。即使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一个人能领受神的话语，但神话语的价值与对人类的帮助，是没有一个人能估计出来的。所以面对许多背逆神话语的人，面对许多反驳神话语的人，或是根本就对神的话语不屑一顾的人，神的态度只有一个，让世界与世事做神的见证，做神的见证，正是神的话语就是真理，就是道路，就是生命。正是神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，都是人该具备的，更是人该接受的。神要让所有跟随神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，不能完全接受神话语的人，不能实行神话语的人，不能在神的话语中找到目标的人，不能因神的话语而得到救恩的人，都是被神的话语定罪的人，更是失去神救恩的人。神的心肠将永不离开，让世间与世事做神的见证，做神的见证，正是神的话语就是真理，就是道路，就是生命。